南韩歌手黄致列因为上大陆节目《我是歌手》，人气飙高，火速窜红。不过他23日上南韩谈话性节目，表示大陆的空气以及水的品质都不好，一番话引起大陆粉丝炮轰。事后他也紧急 PO 道歉文灭火。节目片段，已经去过大陆的前辈说，致列去大陆首先空气那可是事实非常不好，水土不服可能会水土不服。南韩歌手黄致列23日上南韩的谈话性节目，不过其中这段聊到大陆空气和水的话题，却打破强国人玻璃心。节目片段：当我到达长沙机场时，看不到前方眼前的东西，原来空气真的很不好。喝了口水，水的味道是不太一样，但是完全没关系，环境对我不会造成任何影响。明明都说了，环境不会对它造成影响，空气差也是事实，但大陆网友却认为，为什么嫌大陆空气不好，水味道不一样，却还要到大陆赚钱？我是歌手 ，bang bang bang， 别太急，你加我加你，蜡烛变火炬，像中枪了一样 ，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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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。说起黄致列，2016年上《我是歌手》，凭着帅气外形加上疗愈系的嗓音，火速虏获大批粉丝的心，韩文、中文都能唱，不止知名度窜升，还累积高人气。我是歌手，王菲、叶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。只是如今因为节目发言，引发大陆网友炮轰，黄致列也紧急 PO 文道歉。他说节目上想表达的是两国天气的不同，但完全不影响参加节目的热情。对于不当发言造成误会感到抱歉，希望能平息粉丝怒火。